来，这个奥运代表队坐经济舱的事件是愈搞愈大条。主要是总统蔡英文伫5年前，2016年的奥运团要出发进前有来承诺，讲打来选手若参加奥运，拢坐商务舱。但是这届竟然来套票。总统蔡英文本地伫社群软体，针对这届的奥运所抛出的第一张的相片，这个航班的资讯正就是经济舱，嘛紧急把这个文章来汰掉了。 将奥运代表团的选手伫上滩机场无水流顶面点做看榜，总统蔡英文的 IG 针对奥运抛出这个头一张的相片，看会到上山到东京航班的资讯正是经济舱，因为结果证实讲，带团的官员皆是商务舱，选手坐经济舱，这甲5年前讲的无同款。从这次奥运开始，未来参加国际重要赛事的选手跟教练，都以坐商务舱为原则。 为一个讲说大咖一直拍扑啊，总统嘛伫笑5年后大咖选手赶快坐经济舱 ，IG 赶紧用相片文章啦换做蔡英文的 IG， 写讲我认为安尼实在无够用心，互代表台湾拼的选手感受无好，我真遗憾，对着防疫需要做改变，也毋过呢无充分的说明，我必须爱回失的。换副总统赖清德的面册写的是前进东澳台湾加油。 大家关心的留言嘛，指出当时我确实唔知讲要出来的选手坐是经济舱，实在真歹势。总统府的讲法，互人重新检讨。教育部长潘文忠嘛，捌安尼讲过。选手教练会坐商务舱，这个已经做好。全部的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。 确定是记得早上让苏贞昌院长去媒体前面送机，却忘了给选手最舒适、最妥善的移动安排。就是防疫，唔得咧一个人坐一排。我即马意思就讲，大家爱坐较冷的、较人的，对不对？当初讲话即马做无够，行政院苏贞昌嘛已考虑了无够周知，要向所有奥运代表团的选手回失礼。 总统府行政院拢有发道歉文，和这个经济舱的风波愈来愈大。